書展、運動展同零食展一齊舉行咧，令到嗰個人流係互相帶動。為咗我哋而家係香港牌子嘅手工糖啦，我哋想介紹多啲人認識。參展零食世界目的都係想我哋自己啦，同埋個品牌可以面對更加多嘅市民啦、遊客啊。通過呢次展會咧，我哋可以認識到嚟自唔同國家、世界各地嘅供應商啊，或者一啲 business partner 啦。今年係第4年參展，前年嘅時候咧，我哋都係同樣喺會展做完呢個零食世界，之後就有港鐵商場去聯絡我啦，就好中意我哋啲產品，都好支持小店，咁就成功咗喺港鐵商場咧上架。好多人一開頭唔肯試我哋啲印尼食品，一定好甜啦。我哋俾人試完之後咧，佢哋係話：原來都唔太甜喎，因為我哋其實係用香港人嘅角度出發咧，係製造印尼食品嘅，所以得着其實都幾大。我哋知道香港人原來對我哋嘅食品都其實幾有興趣嘅。可能佢哋喺外國會食過呢個糖，但係其實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嘅味道啦，自己嘅糖嘅 formula 啦，都可以做翻中文字啊，一啲得意嘅公仔可以代表我哋啊，紅馬啊、的士啊呢啲係啊，咁我哋又可以玩下潮語啊咁樣。其實我哋好多客都係由零售到訂單，即係佢依家食過，可能佢需要公司做一啲 logo 嘅時候，佢就會醒起，原來呢個公司係可以訂製嘅喎。咁喺呢個展對我嚟講係最大幫助咯。通過呢次展會咧，其實我哋除咗認識到一啲唔同嘅香港客人，即係買零售產品嘅啦，亦都見到一啲商會啊嗰啲過嚟同我哋聯絡一下，或者我哋唔同供應商會介紹佢哋嘅產品，咁希望我哋會有其他唔同嘅合作。呢幾日咧，其實見到中國內地啦、泰國啦、英國啦嘅客戶都有嘅，東南亞係有嘅。今次展覽嘅內容其實都幾豐富嘅，而今次嘅人流咧都幾滿意，因為香港好少可以去到夜晚咧都見到咁多人流。遇到南非啊、菲律賓啊嘅遊客咯，都有啲超級市場嘅買手啊會嚟派個卡片啊，睇下之後會唔會傾到合作。我哋下一年都會繼續參展，都覺得個反應係好好嘅。咁另外咧，我哋都會希望打入到其他亞洲市場啊、內地市場。